今日有講隻風雲武士啊！上次我哋咪買咗隻風雲武士嘅，嗱禮拜三再買多佢一次，啊！呢隻馬上場呢，就出閘笨柒啊，留咗佢後邊，而當日呢，要知道呢，當日呢一日呢，場馬都係喺內欄呢守好位放頭先贏到嘅嗰啲馬，先至會跑得好嘅啊！除咗呢啲啦，變態嗰啲啦，美麗緣分嗰啲啦，變態快嘅呢隻佢就得，其餘呢，就睇下場馬呢，場馬呢，都係就算你後上都係內搭衝嘅總言之你埋到欄呢，你就得，冇欄呢，你就冇命㗎啦全部馬都係嘅咁就唯獨佢嗰場呢，就係呢慢步速賽事嚟嘅呢場馬慢步速嚟嘅喎。當日9場馬8場馬都快步速嘅點解呢場馬會慢呢？呢場馬你睇46個3呢，慢一線，其實唔係嘅，因為當日個場地呢，就其實比較快嘅，因為場馬都係快嘅場馬都快步速㗎最少都快一線，其餘嗰啲快5、6線啦、2、3線啦，場都係嘅，一定嘅因為個地快啊嘛。而佢呢個46秒3呢，慢一線呢，其實已經係慢好多㗎啦，當日個場地嚟講。所以呢，你傑出漢子啊、時尚風趣啊、金匯星星都係距離放頭馬3個零馬位左右嘅其實就得風雲武士呢，佢都賺到個場地喺裏邊衝上嚟嘅就輸個零馬位。後上馬當中呢，佢係跑得最好嘅一隻嚟㗎啦而呢隻馬上場買佢嗰種強呢，如果唔記得呢，又重溫一次點解買風雲武士上場，冷都買佢，10檔都買佢，但係當日真係好難跑，就係因為佢呢，喺至尊高超呢場馬記得嘛？至尊高超呢場馬佢跑相當之快，佢跑1400段走66個6快步速當日呢，咁我 mark 咗6、8、9場呢啲馬係特別快嘅，當日有遨遊氣泡大會跑2000，我都話佢其實跑2000呢，即係跑完嗰場2000之後就知佢唔係咁叻㗎啦因為佢竟然係平標準時間過終點啫，啲馬王全部都快過標準時間6、7線嘅，無論乜嘢步速都快過，除非個地好慢嘅啫而當日嘅6、8、9場次呢，呢日嘅6、8、9係咩馬呢？英俊飛駒至尊高超9場神馳啊嘛佢哋係特別快嘅啲時間，快過標準時間成秒嘅，黐線嘅先講英俊飛駒呢場馬，英俊飛駒再出呢，就輸咗，但係佢際遇好差，同埋佢個不斷搶口喺裏邊嚴重困塞啊嘛呢隻馬以前喺韋達道個疆口都係好差嘅而跑第2名嘅東方飛影呢，隔一場之後呢，即係啱啱個禮拜日呢，佢又跑翻第3啦。佢是快步速㗎，佢係強㗎。金主呢，增程1800贏埋㗎啦。金主當日喺英俊飛駒嗰場馬呢，就沿途走3碟跑第3嘅，後邊勁大威猛、江南勇士、勁大威猛贏咗啦。江南勇士啱啱跑第2，係咪先6、8、9場次喎，至尊高超再出再贏，穿甲戰影再出又贏樂勝天下再出如黏地啊嘛，轉頭上個禮拜快活谷排1檔放過第3，風雲武士嗰場馬跑第4嘅，佢係賺快步速，但係時間好快，真係好快嘅標之宇宙再出贏埋㗎啦，標之宇宙暴風之子唔差嘅，講明俾你聽神馳再出咪啱啱贏咗咯神馳呢一日呢，佢出完之後呢，增程1600 3搭望空啊嘛增程1600 3搭望空輸咗跑第4定跑第5啊，咁佢尋日對彭才我都話唔使驚佢㗎啦佢3搭望空都贏隻馬就係因為佢
當日個689場次啲馬實在太叻啊！咁而家你賴低風雲冇事啫啊！呢場馬其實贏過1200嘅馬咧，就係得1號、4號、5號、8號同埋9號嘅啫。而5號、8號係贏4班嘅啊，只有1、2號咧啊，5號、8號、9號都係贏4班嘅，1、2號就贏過3班嘅啊，唔強㗎，呢組仲水過佢上一次對傑出漢子，傑出漢子都話5、6個 win 嘅馬啊，所以呢場咧，如果你攞呢12隻馬過去沙田同佢跑啊，你諗下，隨你啊，跑1200又好，跑1400都好啊。風雲武士係贏沙田1200，贏沙田1400喎，你記住，贏沙田1200，贏沙田1400。上季佢係4班贏1200米，1升3班，增程跑1400配潘頓啊，落埋飛大熱門而贏馬。之後咧無以為繼隻馬，可能嗰場馬隻馬太辛苦啦，幼嫩啊，佢當時佢3歲啫啊，太辛苦可能啊，導致，但係而家我話俾你知，佢狀態跑起㗎啦。